80年風雨兼程，80載薪火相傳，80年來陪住一代又一代學生成長。呢度就係香港航海學校。由1946年創校至今，學校一直堅持全人教育，將學術、紀律訓練、水上活動同寄宿生活結合埋一齊，幫學生建立責任感、堅毅精神同自律品格。對香港航海學校嚟講，教育唔只係課堂入面嘅事，而係學生每日生活嘅一部分。80年並唔係終點，而係另一段旅程嘅開始。今日我哋傳承歷史，迎向未來。學校透過嚴謹嘅紀律訓練同步操鍛煉，學生學識守規、服從、專注同團隊合作，亦慢慢建立出堅定嘅意志同自我要求。作為全港唯一設有海事課程嘅中學，學校一直以海事做學習平台，讓學生由課堂走到實踐，由校園走向海上。透過模擬駕駛、虛擬實境訓練、船上實務及多元參觀活動，學生一步一步掌握專業知識，亦慢慢建立對未來嘅方向。學校教師團隊更憑住海事科課程，於2021至22年度獲得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，進一步肯定學校嘅教學成果同方向。透過水上活動訓練，學校培育咗唔少香港隊代表。呢啲訓練唔單止提升學生嘅體能同技術，更重要係幫佢哋建立堅毅、專注、合作同永不言棄嘅精神。對學校嚟講，水上活動唔只係一項訓練，更係一種教育，讓學生喺實踐中學習，喺挑戰中成長。宿舍生活亦都係學校好重要嘅一環。學生喺群體生活入面學識自理、守規、合作同承擔，喺日常訓練入面慢慢培養出抗逆能力、團隊精神同埋正向嘅態度。呢啲睇落平實嘅經歷，其實正正係學生品格成長好重要嘅部分。學校仲積極聯繫業界同社會，透過師友計劃、實習機會同生涯規劃支援，為學生打開更多升學同就業嘅路。畢業生可以投身海事行業、紀律部隊，亦都可以繼續升學，向唔同專業方向發展。80年嚟，香港航海學校一直堅守使命，陪住學生喺風雨中成長，喺實踐中學習，喺挑戰中向前。呢度唔只係一間學校，亦係好多青少年人生航程嘅起點。香港航海學校80週年，無懼風雨，穩步前行。